可爱妹，你怎么带这么多洋葱来啊？我刚刚去市场帮我妈妈买菜啊，结果老板说今天大放送，买一送一，就买这么多了。不用担心啦，这个洋葱啊是百搭的食材，不管跟什么食物搭配都很棒的。我知道，洋葱可以搭配很多食材，像是肉、猪肉、鸡肉、鸭肉，嘿嘿，肉、猪肉、鸡肉、鸭肉，没错。肉就是鱼肉，猪肉就是猪肉，鸡肉、鸡肉，鸭肉就是鸭肉，就是呢我们常吃的猪尾鸡鸭背鱼猪鸡鸭的肉。现在我们要来复习一遍哦，鱼肉，肉，肉，猪肉，猪肉，猪肉，鸡肉，鸡肉，鸡肉，鸭肉，鸭肉，鸭肉。懂吼！想了那么多肉，我都觉得肚子有点饿了。不过博士，我有一个问题耶，切洋葱真的会流眼泪吗？这是真的哦，因为洋葱里面啊含有一种酶。今天呢，我们新电影要选新的角色，看你们两个谁适合。没问题，我演什么角色都很上手哦。哎，那可不一定，先试了再说。今天这个角色呢，平常很有气质，很喜欢唱歌。唱歌我会哦。调多嘛该可爱调多一米四斤哎，有气质的人应该是像我这样。Every sha la la la。好，这个角色呢，还有个特性，就是呢，他呢很容易感动，很容易泪流满面。流眼泪。打哈欠的时候很容易流眼泪哦。我捏我的大腿也会流眼泪。好啦，尤其呢，这个角色在切洋葱的时候，特别容易感动，泪流满面。好感动！洋葱里面啊含有一种酶，当我们切开的时候啊，这种酶就会刺激我们的眼睛，然后就会流下眼泪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不过啊，这个洋葱啊，真的是非常棒的食材哦，不管是跟肉、猪肉、鸡肉、鸭肉煮起来啊，都非常的棒哦。博士，听起来你好像很会煮哎，那什么时候要表现一下你的好手艺呀？对啊，我这边的洋葱通通都可以借给你啊。博士，我要吃肉，我想要吃鸡肉。不巧，今天刚好都没有。可是冰箱里面有猪肉哎，而且还有鸭肉啊。那你们要先等一下。等什么？等我学会了再说啊。你还要学多久啊大概？7秒。7年吧。